平静的感染力，正念的力量可以改善整个生命。只是观察吸气，自然的吸气，就会看到呼吸自然而然平静下来，更深沉和谐。这就是纯然觉察的力量。呼吸变得更深沉平静，对身心有立即的影响。平和宁静是有感染力的。平静的感染力，正念的力量可以改善整个生命。只是观察吸气，自然的吸气，就会看到呼吸自然而然平静下来，更深沉和谐。这就是纯然觉察的力量。呼吸变得更深沉平静，对身心有立即的影响。平和宁静是有感染力的。